大家好，呢期視頻介紹一下車地質數嘅潤母在部分漢語方言嘅兒童嘅體力分布。客家話老贛方言絕大部分讀阿潤，這也係客家方言內普及性比較高嘅一個語言，包括梅人話、南昌話、福州話。閩方言包括閩東、閩北、閩中、莆縣、閩南方言在內，幾乎都係亞潤，他們話讀車。閩方言也有部分人士讀音同客家方言，讀嘅係亞潤，包括龍岩、大田、游客、順昌等人士。粵方言幾乎都讀 A 潤，車讀車。但係也有極少數人士讀野潤。讀同客家方言嘅方言老地區還有山西兩省交界地區嘅一啲人士，有中原官話，也有晉方言，包括清鑑、黃龍、臨人、中陽、萬榮、平陸、臨溪等人士。江蘇南部地區嘅吳方言老廣淮官話也有讀亞潤嘅人士，包括東台、祁東、通州、宜郊、大興、揚中、丹陽、高淳等人士。江西北部、湖南粵北地區嘅非客家方言嘅其他一啲漢語方言也有讀亞潤嘅，可見車讀茶在漢語中嘅體力分布何廣。好嘅，車嘅讀音介紹到呢度，多謝各位觀看，下期視頻再見。